答应我，一定不可以有事。我还要好好照顾你一辈子呢。遵命，皇上。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还有这个闲情雅致？哎呀，李欢呐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还要你花那么大的力气来防备我。哼，可是我能那么傻吗？我能傻到在你家下手？李欢，你就耐心地等着我。很快，会很快的。温妮，大哥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的温妮，我要我的温妮。老天爷对我太残忍了，我好不容易看到了曙光，我的芬妮妞，她还没答应我呢。好了，我都知道了啊。如果让我夜波抓到了那个混蛋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要让他断子绝孙。哎，你先别激动了，我们也在调查，你先好好休息。又让我休息？你们天天都说调查，到头来，我的芬妮也被人绑走了。哎呀，这怪我了。好，怪我。不过有件事我挺奇怪的，他们已经把你迷晕了，为什么不把你带走，还把你留下来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怀疑我跟他们是一伙的？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但是他们连福生都抓走了，哦，因为你一点价值都没有。老鄂，你这又是当着我大哥的面，明目张胆的欺负我！哎，我。好了，你们俩就别吵了。老于，去查一下芬妮最后的手机号、信号在哪里。然后顺便查查附近有没有目击者。对了，想办法一定要找到冉冉的下落，还有周围那些公路的摄像头，一定要找到。好的。大哥，我呢？你要我做点什么呀？只要能救出芬妮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就好好休息吧，只要我们一有消息就告诉你。大哥，你让我做点什么吧，你随时召唤我呀。好好休息，睡觉。作为芬妮的男人，我绝不能在这休息着等她回来，我一定要做点什么。对，我可以的。翻滚吧，牛宝宝！你个老古董，你忘恩负义，你放我们出去，你冷血怪物啊你！为什么？虽然我与你不相熟，但却似曾相识。如果真的有一个平行的世界，我倒是想往这个深宫里的可怜人去看看，体验一下冯昭仪所说的平等自由的爱情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亲切的感觉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不会这么做。平日你在等一个人不多话，但是我知道你喜欢那里，对吗？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苦衷？芬妮小姐，你就不要跟这个冷血怪物对牛弹琴，白费口舌，不值得。
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。黄慧，你这次害死我了！喂，我警告你啊，别胡思乱想，这个戒指的 size 跟我一点都不合，这实在是太小了，太小了，一点都不合。我会尽快想办法弄下来的。没事，不着急。不着急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想多了。我的不着急意思是，我不着急用，反正我已经不用结婚了。总之，我会尽快弄下来还给你的。哎，我们一起去等一个人吃饭吧，好久没去了。不去。哎，任静。你要是不去，我一个人见他们俩，多尴尬啊！怎么锁了不做生意了？什么情况？出租车，快快！这么把我关在家里，简直是非常无聊，非常痛苦。我就不信了。为什么每次坐在这儿都没有信号啊？还有什么重要的人找你不成？当然了，我也是很火很忙的嘛。看，黄辉，阿姨病危要见我，出事了，一定出事了。不会说你要出去吧？黄辉的妈妈病危，我一定要去的。可是外面现在很危险，我都布置好摄像头了，我怎么可能放心你出去呢？我知道，我就是知道自己的情况，所以我一定要去一次，要不然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去。要不你打个电话，或者跟他视频一下，跟他说你现在很危险，他们二老是通知哪里的人，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不行，阿姨可能随时都会离开的。我这次要是不去，有可能真的就见不到了。我一定要去，就算外面有危险，我也要去。你不知道，阿姨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对待。她把黄辉托付给我，可是我却辜负了她最后的心愿。我欠他们家的太多了，你就让我去吧，好不好？何宇，峰峰要去黄辉家，你一定要贴身保护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明白了。那你一定要快去快回，一定不能离开鳄鱼的视线。